好，我们今天在弥撒中，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今天的主礼赵主教他的歌喉如何？所以我们现在邀请活力乐团返场，活力乐团返场，请活力乐团到台上。我们要邀请赵主教跟你们一起唱刚才的那一首，你们邀请大家一起唱的歌，因为刚才主教的嘴巴张好大，他一定很想唱。请活力乐团赶紧返场。请活力乐团以最快的速度到祭台前面。我们把中间的 C 位空出来，我们请赵主教跟许神父一起上来，请。主教说：“掌声不够热烈。”这个我只会张开嘴，但是不见得会唱。可是没有谱哎，怎么办？赐福于你，平安喜